政府即马正在推动能源转型，不过有民间团体调查发现讲，有6成的工会唔知影净零转型对劳工有甚物款影响，而且嘛有7成以上的头家唔捌含员工讨论过转型的对策。劳工团体就呼吁劳动部要提出相关的措施来保护劳工。 环境部长裴克明伫咧3月份和全台28间的大专院校合作，成立环境部净零日领人才培育联盟，就是希望台湾有较侪毕业生会当正做历史产业相关的人才。不过有劳团指出，政府伫咧净零转型的过程当中，无去注意到劳工的权益。今天政府推动的绿色工作跟我们的人才培育不能够衔接。如果今天创造的绿色工作并不是劳工能胜任的，因为没有培训嘛，或者不是这个 未来所需要的，那这个根本就不能够接轨啊！民间团体也透过产业界和学界合作，做一份调查，发现讲台湾有将近6成的工会无清楚净零转型对劳工的影响是啥物，敢会失业，敢会降薪水，而且调查也发现讲有7成7的头家从来唔捌和工会讨论过转型措施。到2050年的时候，可能就有数万人数万人会受到冲击。那这一份是公开的一个劳动部的调查资料。那我想，其实既然劳动部已经看到这一份资料，事实上也应该要针对他们目前推估出来受影响的产业，开始去做各方面的支持。面对真侪高拖牌产业的劳工，若无转型成功，可能就会去互人汰掉。面对失业的危机，民团也靠家己的力量推出来公正转型和工会角色的教材，希望帮助工会掌握转型的资讯，争取协商的机会。因也呼吁政府伫净零转型进程，也要兼顾劳工的工作权益。记者戴亚轩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